看倒转来，咱台湾年节小红包欢喜过好年，不过红包袋用纸回就现杀，有影拍算。先到都有几位文化创意工作者，甲大家利用红包袋做歌丁，这闹过节气氛，搁通兼顾环保。一粒搁一粒的歌丁挂在钉仔卡，看起来真特别。这歌丁拢是用红包袋做出来的，每一粒的花草绝对无同。老师在现场教囡仔安怎利用过年收到的红包袋，做出家己特有的红包歌丁。把它们再利用，这样可以再做一个红包灯笼，就不会再浪费钱再去买灯笼了。我觉得跟人家出去的时候，提着这个灯笼都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们拿到的红包有大人长辈的祝福，然后再去做成灯笼，很有创意。老师讲，其实要做红包歌丁，一点拢无困难。上先宣传好12个至16个用过红包袋，再加上订纸机甲红线，唔免偌久的时间，就通做好真有年节气氛的歌丁。只要几个动作呢，把它折一下，然后呢用订书机把它订起来，就可以很开心的走在路上，拿着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的灯笼。老师等下卡手艺，甲红包袋变做一粒搁一粒水搁喜气的歌丁，而且兼顾环保，将会办元宵节随地当派上用场。大家若是有时间，会使在厝内家己做看卖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店报道。